當我哋感恩接受啦，每一個喺我哋生活入邊出現嘅事情咧，其實都係去協助緊我哋我哋從中得到對我哋自己一個覺醒，而我哋可以透過我哋更加認識自己去有嗰份成長咧。就算對你所謂對你差嘅人係啦，佢對你唔禮貌又好，點都好，嗰個人出現喺你嘅生命入邊，都係你係感恩喺佢身上，喺佢同你呢一個嘅互動體驗入邊，佢帶到俾你嘅係關於你點樣對自己係啦，你點樣去睇你自己作為一個創造者係啦，你承認喺入邊有啲咩元素你係唯一嘅原因係令到你去創造到咁樣嘅一個互動，咁樣嘅體驗。